夜深了，一座江南道觀裏，燈火微微搖曳。一名女子坐在窗前，手中握着一支玉簪。她沒有戴上它，只是輕輕地看着，像是在看一段無法說出口的往事。如果你問她後不後悔，她或許會沉默很久，然後說：我後悔的不是愛過，而是當時不敢更早承認。這就是明代戲曲《玉簪記》的故事，一段發生在青州之地的愛情。江南春日，細雨綿綿，少女陳妙常站在道觀門口，她的衣裳素淨，卻掩不住眉眼間的清秀。曾經，她也是被呵護長大的閨秀，讀詩書，習琴藝，人生本該順遂，可世事無常。家道中落，親人離散，她無處可去。最後，她選擇了一條最安靜的路，出家。道觀的大門關上那一刻，她以為自己的人生也就這樣關上了。清晨，她提水掃地；午後，她在香煙中誦經；夜晚，她獨坐燈下，影子拉得很長，沒有人打擾她，也沒有人真正看見她。她以為心也會慢慢變得像這座道觀一樣，冷靜無波，但她錯了。某天午後，道觀來了一位客人，一名書生，他叫潘必正。他並不張揚，甚至有些疲憊，衣衫略舊，卻掩不住氣質。他借住在觀中一間小屋，準備繼續趕考。第一天，妙常並沒有特別注意他，直到那一聲書聲，午後陽光灑在院中，潘必正坐在石桌旁，翻開書卷，低聲朗讀。春風不解人間事，吹入心中亂如絲。聲音不高，卻清澈。妙常正提着水桶走過，他停住了。水桶微微晃動，水面泛起細細波紋。他沒有再走。那一刻，他第一次覺得這座道觀好像不那麼安靜了。之後的日子裏，一切都變得剛剛好。不是刻意，但總會遇見。妙常打水，水桶太重，一隻手伸過來，我來吧。他抬頭，是潘必正。他沒有多看他，只是幫他把水提上來。這樣的距離很近，近到他能聽見自己的心跳。雨天，兩人同時躲在長廊下。一開始沉默，後來他輕聲問：你也讀書嗎？他點頭。於是他們開始談詩，從唐詩到宋詞，從字句到心境。那一刻，
他們不再是書生與道姑，只是兩個懂彼此的人。妙常開始變了，他會在誦經時分心，會在夜裏想起白天的對話，甚至會不自覺地期待明天。他開始害怕，因為他知道這不是普通的心動。某天夜裏，風很輕，燈很暗，兩人再次相遇。這一次氣氛不同了。潘必正問：你可曾想過離開這裏？妙常拎住，他從來沒有想過，或者說不敢想。他低聲說：我已是出家人。他沉默了一下，然後問：那你的心呢？這一句話像一把刀，輕輕地卻準確地劃開他所有的防線。妙常回到房中，整夜未眠。他問自己：我是在修行，還是在逃避？我是真的無慾，還是從未被觸動？直到天亮，他終於承認一件事：他愛上了她。那一夜，月色很亮，院中安靜得能聽見落葉聲。兩人相對而坐，沒有多餘的掩飾了。潘必正問：若此生錯過，你可甘心？妙常看着他，眼中有淚，卻沒有退縮。我不甘心的不是愛你，是不敢愛。長久的沉默。然後，他取出一樣東西，一支玉簪。那玉簪不算華麗，卻溫潤如水。他說：此物隨我多年，如今交於你。妙常伸手接過，手在顫，不是因為冷，而是因為他知道這意味着什麼。從這一刻開始，他不再只是道姑，他是一個正在愛的人。秘密從來藏不住太久。觀中開始有留言，眼神變了，態度變了，最終事情被發現。師長的質問，同門的冷眼，一句一句像針一樣刺來。你忘了自己的身份嗎？清規何在？你對得起誰？妙常沒有辯解，他只是握緊那支玉簪。潘必正被逼離開。臨行前，他們最後一次見面，沒有哭喊，只有一句話：等我回來。故事的結局沒有唯一答案。有人說他們重逢了，有人說他們再也沒見，但妙常始終留着那支玉簪。很多年後，如果有人問他：你當年為什麼要愛？他或許會笑一笑，說：因為那一刻我終於活着。
有些愛情不被允許，但它依然存在。有些選擇看似錯誤，卻讓人第一次成為自己。玉簪記說的從來不是一段禁忌之戀，而是當你終於聽見自己內心的那一刻，